台语真认同，愈讲愈认同。大家好，贵宾。大家好，我是文酸。咱搁来甲3个月一班的放假的时间。而且你进前拢真频大，已经超过3个月啊，网友的碗拢已经卡到要破去啊。无啦，因为其实我感觉上重要的是吼，我一定甲大家强调，这拢是我看过了，我感觉袂歹。哎呀，我较推荐互大家看。而且大家最近可能拢在看世界杯。嘿啦，世界杯看到讨厌的时阵，你就开始来看一下放假。你第一出是啥？就是迄种我参机器组。这部放假吼，一开始我看到的时阵，我是顶礼拜大家看第一集，我想讲好啊，猛看嘛，伊等3分钟尔，3分钟内底自头到尾拢是笑点。这个故事吼，其实就是咧讲吼，伫迄个放假迄个时代吼，一定有机器人啊。机器人吼会当帮你做厝内代志。主角吼，伊是一个小学生，听讲因同学厝邻吼，一定拢有机器人咧帮伊做代志，会当饲食水果啊，女性的机器人身材搁好啊，伊就倒去甲因妈妈撸。我嘛想要一个机器人，一开始因老母无答应，要毋过互伊讲一件代志来说服因的老母，伊会当帮伊做厝内代志。老母就讲好，伊会当买上俗的，机器人一买来，鸟的。伊买到迄个机器人，毋但无生啊，甲动画同款遮尔水，汉草个真好，叫因兜就互即个机器人母甲规拢乱糟糟。所以吼，即个机器人吼，伊家己自我介绍的时阵是讲伊是叫机器主。所以吼，我感觉大家吼，你也真正看无惯系种20几分钟的种动画时阵，3分钟你来看卖嘛吼。搁另外一个吼，机器人，机器人吼是我今年初开始就开始做期待一个动画。听讲这出放假的这个主角叫做电池，伊拄开始其实生活过甲真悲惨，就是讲伊才16岁，伊当时上大的愿望就是希望3顿拢会当食饱，然后搁会当拍七啊。毋过伫伊的老爸过身了后啊，伊就开始过迄种一直行钱的迄种日子。毋过就伫伊的人生上艰苦的时阵，伊就去拄着这个人气恶魔波奇塔。波奇塔吼，伊做成一只狗啊，伊的头是一个鸡仔的造型，伊的尾啊吼，就像咧发动迄个迄 engine 的迄种线敢是？嘿，但是伊就会揢伊四只，为伊的尾啊那个揪起来，伊的头顶的鸡啊吼就开始动。虽然讲已经拄着波奇塔，就过甲有比较早搁较好，毋过伊游玩时常爱过一寡食粪扫啊，或者是讲困涂骹啊，搁有卖器官迄种，就是真正足黑暗的日子。后来啊，伊就搁去互黑社会债主，甲害死搁甲分尸，等伊去粪扫桶内底。迄当时波奇塔伊就毋甘即个主角拄着这个代志，伊就甘愿互家己变做即个主角电池的心脏。电池后来伊就变做一个人机人。伊的胸坎遮有一个，咱较多讲迄个尾啊，有无？所以伊只要甲伊的胸坎即个物件揪起来，就会变成两只手，搁头顶吼，拢会变成一个机仔人。讲到这个人机人，是毋是搁有一出放假，嘛是甲这个武器有牵连的？这部放假吼，就叫做转生就是剑。平常时咱咧看的时阵吼，咱看迄异世界动画，就变成讲，即个人就可能过劳死，啊无就搞弄死，转成甲异世界。毋过吼，即个主角伊因为要保护一个囡仔，伊为着要救伊，互车弄死，转成甲异世界，变成一支剑。毋过虽然讲伊变做一支剑了后，伊还是毋茫讲会当拄着一个会晓使用伊即支剑的一个牛人。有一天啊，伊无说伊就进入一个柯达吉拿，伊就拄着一个乌肉族的一个少女，伊叫做呼啦。这个呼啦，伊就去互魔兽攻击。毋过就伫伊互魔兽攻击的时阵，伊拄好看到涂骹有一支剑插伫遐，然后伊就甲这支剑挽起来，就甲这个魔兽拍败。拍败了后，伊就搁甲这支剑互一个名叫做师傅。所以就变成讲，这个剑伊通甲伊的机灵，互这个乌鸟族的少女傅兰英。最后要介绍这部吼，嘛是笑亏。这个故事是讲吼有一个高中生叫做伊多利，本来自细汉开始伊就是一个边缘人，所以吼伊就感觉伊家己爱学一个技能，到最后算出来吼就是弹吉他。所以吼伊到最后甲伊的弹吉他的画面吼传去你迄个影音平台。所以后来啊，伊就互一位歌手。你一卡又去做吉他手，因的乐团啊，就叫做团结 band。迄年一卡吼，阿姊吼，拄好有开一个 live house，拄好为当互因即个 band 吼，有一个表演的所在。讲到遮，咱听起来即个故事吼，敢若是一个励志的
的故事。你毋过毋是哦，你真正去看哦，你是看了，你感觉吼这自头到尾拢是一个笑亏。毋过除了这出，规边佫甲我讲有真侪漫画要推荐互大家看，就是包括讲有我的英雄学院已经出到第6季啊，佫有顶一季就是安妮亚的迄个 Spy Family 第2季，佫来佫有一个日间动物任无聊，这是出到第3季，佫来就是好不美的你第2季，佫有上尾啊一出就是路人超能之霸第3季。好啊，讲到这，因为这东西我看过了，我感觉好看。后回这时间继续看《大一技能灯》哦，拜拜。